現代戰爭唔止軍事一種，仲有經濟、科技、資訊、金融戰。想象一下你每朝起身拎起電話，你部電話入面有粒芯片，呢粒芯片設計喺美國加州，製造喺台灣新竹，封裝喺馬來西亞檳城，最後喺中國深圳組裝，經過幾個國家先到你手上。而呢幾個國家入面有兩個正喺度打緊科技戰，有一個係全球最危險嘅地緣熱點。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事，你下一部新電話幾時先有？冇人會答到你喎。你飲咖啡，咖啡豆可能嚟自埃塞俄比亞，嗰個國家幾年前先打完仗，而家地區衝突仲未停。運咖啡豆出口嘅船經過紅海，紅海沿岸嘅蘇丹而家打緊第3年仗，15萬人死咗，1200萬嘅人逃離家園。但你喺國際新聞入面聽過幾多次蘇丹？你出門入油，你油費入面有一節，係因為中東有人封鎖緊海峽，全亞洲80%幾嘅原油同液化天然氣要經嗰條海峽封鎖1日，全亞洲嘅能源價格就震一震。你喺車上碌手機睇短片，呢個你碌緊嘅平台，佢嘅算法由一間中國公司設計，美國國會立法，要求冇公司喺限期前賣盤，理由係國家安全。你碌嘅每一條片嘅排序，曾經係一場涉及1億7千萬用戶嘅國家安全辯論嘅核心。你用手機過數俾朋友，你用嘅支付系統背後有一套連結全世界銀行嘅國際網絡。3年前，西方國家用呢套網絡凍結咗俄羅斯3000億美金嘅央行資產，凍結嘅效果立竿見影，但副作用同樣巨大。而家有117個國家加入咗中國建設嘅替代支付系統。你以為呢一日好平靜，但你做嘅每一個動作都連住一場你睇唔到嘅戰爭。而家全世界同時進行緊幾多場武裝衝突？根據烏普薩拉衝突數據庫嘅統計，答案係56場。根據武裝衝突地點同事件數據組織嘅記錄，單係過去1年，全球錄得超過185000宗暴力事件，至少24萬人喺衝突入面死亡。呢個數字係5年前嘅差唔多2倍。4大洲20場真槍實彈嘅戰爭同時進行，巴勒斯坦、烏克蘭、蘇丹、緬甸，你可能聽過，但仲有敘利亞、墨西哥、海地、巴基斯坦、薩赫爾地區，全部打緊，大部分你連名都叫唔出。但呢56場衝突有一個共同點，而家我話你知，大部分人以為戰爭即係打仗、坦克、空襲、城市變成瓦礫嘅嗰種。的確，呢種戰爭依家仲有好多場，但如果你只係睇呢種戰爭，你漏咗成幅圖嘅4/5。而家嘅戰爭至少有5種，每種都喺度改變緊你嘅生活，只不過你睇唔到。第一種，軍事戰，呢種最直接，有槍聲、有爆炸、有死亡。蘇丹嘅內戰打到第3年，15萬平民死亡，1200萬人流離失所，330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。聯合國叫佢做全球最嚴重嘅人道危機。但對比烏克蘭同中東，蘇丹嘅報道量少到幾乎冇。呢場仗有一個好諷刺嘅稱號，全世界最大、最多人漠視嘅戰爭，而蘇丹只係其中一場。緬甸嘅內戰入面有超過1200個武裝組織互相打，巴基斯坦同阿富汗開戰，墨西哥嘅販毒集團嘅火力同軍隊差唔多，海地嘅政府已經名存實亡，首都由黑幫控制，呢啲全部同時進行緊，只不過你個新聞頭條放唔落咁多條新聞。第二種，經濟戰。美國對中國貨品徵收30% 關稅，中國反手限制稀土出口，即係控制住做芯片、做磁鐵、做導彈嘅關鍵原材料。呢啲唔係談判桌上嘅口水戰，每一個百分點嘅關稅，最終都會反映喺你去超市俾錢嗰陣嘅數字上面。而稀土限制嘅影響更加深遠，冇稀土，好多高科技產品根本做唔到。呢場經濟戰嘅武器唔係導彈，係稅單同出口許可證。第三種，科技戰，全球半導體市場值6000億美金，而家呢個市場正喺度分裂成2套各自獨立嘅系統。美國限制先進芯片技術同製造設備出口去中國，連第三國嘅公司只要用到美國技術都要跟呢個限制。中國嘅回應係全力建自己嘅供應鏈。呢場仗嘅主戰場係一間台灣工廠，佢生產全球90%以上最先進嘅芯片，兩邊都想控制呢間廠嘅技術同人才。過去1年，美國因為非法出口半導體設備到中國而開出嘅罰款同沒收，加埋超過4億美金。
芯片走私已經變成一個有規模嘅地下產業。呢場科技戰嘅本質唔係邊個嘅芯片更加快，係邊個嘅人工智能、軍事能力更加強。第四種，資訊戰，全球最多人用嘅短片平台之一，母公司係中國嘅，1億7千萬美國人每月用。美國國會跨黨派通過法案，要求母公司出售美國業務，否則全面禁止，理由係國家安全。最終達成嘅協議，母公司保留唔到2成股份，但保留咗董事會席位同算法嘅租賃權。核心問題從頭到尾都係一個邊個控制演算法？呢個演算法決定幾億人每日睇到咩內容、咩資訊排前面、咩排後面。有智庫指出，呢套演算法喺中國國內係禁止使用嘅，中國人用嘅版本推送嘅係教育同正能量內容，外國人用嘅版本推送嘅係另一套嘢。呢個落差本身就係資訊戰嘅結構。第五種，金融戰。3年前，西方國家凍結咗俄羅斯$3000億嘅央行儲備，用嘅工具係國際支付網絡，效果即時。但係呢個動作等於向全世界廣播咗一個信號。如果你得罪我，我可以喺一夜之間凍結你嘅國家財富。呢個信號改變咗好多國家嘅計算。而家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嘅比例跌到57% 以下，係1995年以來最低，高峰時期係72%。中國建咗一套替代支付系統，已經接駁117個國家。金磚國家之間嘅貿易有67% 用自己嘅貨幣結算，唔經美元。10年前呢個數字唔夠20%。各國央行連續幾年每年買超過1000噸黃金儲備，唔係因為睇好金價，係因為黃金係唯一唔會俾任何國家凍結嘅資產。呢場金融戰嘅本質唔係邊個嘅貨幣更加強，係你用嘅錢會唔會有一日變成武器呢個問題。5種仗：軍事、經濟、科技、資訊、金融。頭一種打喺戰場上，後面4種打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。呢個先係而家嘅世界真正嘅樣。好，你而家知道56場衝突，5條戰線，但你可能仲係覺得蘇丹嘅仗、緬甸嘅仗、非洲嘅仗呢啲事同我完全冇關。我揀3場你以為同中美冇關嘅衝突，拆開俾你睇入面有啲咩。蘇丹你以為嘅版本，非洲一場內戰，2個將軍爭權，呢個係事實，但只係事實嘅表面。你睇深一步，蘇丹有500英里紅海海岸線，紅海係連接中東同非洲嘅航運要道，軍艦同商船都要經過。蘇丹地底有黃金，而呢場內戰嘅交戰雙方分別有唔同嘅外國勢力喺背後撐。阿聯酋對其中一方提供資金同武器，埃及支持另一方。俄羅斯一度想喺蘇丹建紅海海軍基地，所以兩邊都有同佢打交道。而中國同俄羅斯喺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咗針對呢場仗嘅停火決議，每一方都有自己嘅計算。阿聯酋要黃金同區域影響力，埃及要尼羅河水資源嘅安全，俄羅斯要紅海出入口，中國要穩定嘅投資環境同資源通道。呢場非洲內戰喺大國嘅眼中係一隻放喺紅海旁邊嘅棋子。緬甸你以為嘅版本，軍方政變，人民爭民主，國際社會譴責但冇用，呢個都係事實，但同樣只係表面。緬甸提供咗中國超過一半嘅重稀土進口，稀土係做你部手機、你部電腦甚至軍事裝備入面嘅關鍵材料。緬甸仲提供咗中國接近80% 嘅石礦進口。石係做芯片嘅材料之一。2017年到而家，緬甸出口到中國嘅稀土值49億美金，其中86%即係42億係喺政變之後先出嘅。政變之後，稀土出口唔止冇減少，反而加速。中國喺緬甸嘅角色比你想象中複雜。一方面，中國支持軍政府，提供政治、經濟同軍事支援；另一方面，中國同時操控緬甸北部嘅少數民族武裝組織，需要嘅時候用佢哋向軍政府施壓。中國嘅目標唔係緬甸嘅和平，亦唔係緬甸嘅民主。中國要嘅係一條由雲南經緬甸通去印度洋嘅走廊，一個替代馬六甲海峽嘅出海口，同一個穩定嘅資源供應。呢場全世界叫佢做遺忘嘅衝突嘅仗，係中國確保資源安全同區域控制嘅關鍵棋局。而你手上部電話嘅原材料，好可能就經過呢場仗嘅中間。再睇一個例子，西非嘅薩赫爾地區，馬里、布基納法索、尼日爾3個國家，你以為嘅版本，聖戰組織示弱，
軍政府打孔。真實版本係法國喺呢個地區駐軍幾十年，但過去3年3個國家相繼發生軍事政變，新嘅軍政府逐一趕走法國駐軍，法國喺西非嘅永久軍事存在宣告結束。美國嘅1000幾人駐軍亦喺壓力下撤出尼日爾，走咗個空間邊個填？俄羅斯。大約2500名俄羅斯軍事承包商部署喺3個國家，佢哋嘅交易好簡單，我幫你打仗，你開放金礦同鈾礦俾我開採，安全換資源。同一時間，中國嘅角色更加安靜，但更加深入。中國企業喺馬里南部開發鋰礦，鋰係做電動車電池嘅關鍵材料。中國喺尼日爾投資石油管道，每日出口9萬桶。中國嘅國防企業向呢啲軍政府供應武器。3個國家組成聯盟，喺聯合國跟俄羅斯投票。呢個地區嘅故事嘅核心唔係反恐，係一場大國影響力嘅交接。西方退場，俄中入場，而呢場交接嘅代價由當地平民嚟付。3場仗，蘇丹、緬甸、薩赫爾，表面上同中美完全冇關，但拆開睇，每一場嘅背後都有大國嘅利益、大國嘅資源需求、大國嘅地緣計算。呢個唔係陰謀論，呢個係結構。當全世界有2套秩序喺度爭，每一個有資源、有地理位置、有戰略價值嘅國家，都會變成棋盤上嘅一隻棋。唔係因為有人喺背後操控，係因為大國嘅利益自然會流向呢啲地方。蘇丹嘅紅海海岸、緬甸嘅稀土、薩赫爾嘅金礦同鈾礦，全部係大國競爭嘅籌碼。呢啲國家嘅人民喺大國嘅棋盤上係最冇選擇嘅一群。點解全世界嘅衝突最終都同中美有關？唔係因為中美搞事，原因更加根本。而家世界上有2套秩序喺度競爭，美國建嘅嗰套軍事聯盟、美元結算系統、國際規則體系、北約、世貿組織、聯合國安理會，全部係呢套秩序嘅骨架。呢套秩序由2戰之後開始建，運作咗超過70年。中國推嘅嗰套夥伴網絡、人民幣替代通道、新嘅多邊機制、一帶一路、金磚國家、上海合作組織，全部係呢套秩序嘅骨架。呢套秩序過去10幾年加速成型，金磚國家而家有10個成員，佔全球人口差唔多1半，經濟總量超過40%。2套秩序並行，而最重要嘅係呢2套秩序唔只係制度嘅競爭，係資源嘅競爭。邊個控制能源通道，邊個控制關鍵礦物嘅加工，邊個控制支付網絡，邊個就有能力喺談判桌上壓對方。每個國家都要做一個選擇，你跟邊套？有啲國家完全靠美國，好似日本；有啲靠中國同俄羅斯，好似西非、薩赫爾嘅3個軍政府國家。佢哋趕走咗法國駐軍同美國駐軍，請返俄羅斯嘅軍事承包商，用安全換金礦同鈾礦。同一時間引入中國嘅鋰礦開發同石油管道投資。喺聯合國嘅投票，佢哋跟俄羅斯企，但最多嘅國家兩邊落注，印度、沙特、土耳其，全部喺2套秩序之間攞最大嘅好處。呢啲國家唔係牆頭草，係理性計算嘅結果。喺2個大國之間保持彈性，比企死一邊更安全。有人會諗呢個同冷戰有咩分別？分別好大喎。冷戰嗰陣，美國同蘇聯嘅經濟幾乎完全隔離，你唔使買蘇聯嘅嘢，蘇聯都唔使買你嘅。2個陣營各自運作，各自嘅工廠，各自嘅科技，各自嘅貨幣圈。如果你住喺西方陣營，蘇聯嘅事基本上影響唔到你嘅日常生活。但而家中美嘅經濟深度交織，你部電話嘅供應鏈橫跨2邊。你嘅退休基金持有2邊嘅股票，全球6000億美金嘅半導體市場2邊都有份。你着嘅衫，你食嘅嘢，你用嘅電子產品，全部嘅供應鏈都穿插喺2套秩序之間。所以呢場競爭唔係打喺遠方嘅戰場上面，係打喺你每日用嘅每一件嘢上面。呢個先係而家嘅世界同冷戰最大嘅分別。所以呢一切同你有咩關係？3件事。你嘅錢，海峽封鎖推高油價，油價推高通脹，通脹壓住利率唔落，利率壓住你嘅月供，一條海峽嘅開合隔幾個月就影響到你供樓嘅壓力。中美互徵關稅，關稅成本轉嫁去消費品價格，你去商場俾錢嗰陣嘅數字已經反映緊呢場仗嘅賬單。美元嘅全球儲備地位喺度慢慢減弱，
呢個趨勢短期唔會影響你日常消費，但長期牽涉到港幣掛鈎制度嘅穩定性。港幣掛住美元，美元嘅國際角色變，港幣嘅根基就跟住變。你嘅錢踩喺呢場仗上面，你住嘅地方，你住喺香港，南海航道每年有超過5萬億美金嘅貿易經過，全球43% 嘅海運石油經呢度。呢條航道任何一日出事，你嘅物價、你嘅燃料費、你嘅一切進口成本即刻反映。你移民去英國，英國係北約成員，直接承擔烏克蘭戰爭帶嚟嘅能源成本同國防開支壓力。英國嘅國防預算正在加速增長，呢筆錢最終由納稅人嚟付。你去咗加拿大，加拿大要應對北極嘅中俄軍事活動，同時喺中美之間維持微妙嘅平衡。你去咗澳洲，澳洲加入咗同美英嘅軍事聯盟，但中國係佢最大嘅貿易夥伴，呢個矛盾身份每日都喺度拉扯。你以為你離開咗，你只係由棋盤上一格行咗去另一格。你用嘅嘢，你部電話嘅芯片經過幾個國家嘅供應鏈，每一個環節都喺中美嘅拉扯範圍之內。你部電話嘅電池關鍵材料嚟自非洲嘅鈷礦，全球80%鈷加工喺中國。冇鈷就冇鋰電池，冇鋰電池你部電話開唔到機。你碌嘅短片平台演算法嘅控制權係一場國家之間嘅角力。你每日用嘅嘢全部經過呢張棋盤，冇任何一件係真正同呢場競爭無關嘅。呢個世界每一日都有人喺度落棋，大部分嘅棋你睇唔到，但你每日做嘅每一個動作已經踩喺棋盤上面。所以下次你睇到任何一條國際新聞，試下問自己一個問題。呢件事背後，中美各自想要咩？你會發現答案從來冇你想象中咁遠。呢個就係中美棋局。我係港人港事，我哋下次再分析中美棋局。